欢喜在地新闻，在地人在地情，继续来看宜兰县配合观光局的春游补助，搁来加码。5月7日开始，礼拜到拜四，到宜兰岛合法的民宿，每一房送200块的大梅冰镜，会当到宜兰的观光工厂、农场到博物馆，拄这个门票甲消费，每一个人限领一届，就是要招游客来宜兰佚佗。 参观历史博览会的人有够侪，宜兰县政府想要延续这个观光热潮，除了响应观光局的春游补助方案，即马要搁送红包。到我们的休闲农场、观光工厂或是博物馆家族，都可以换到等值的纪念品。5月7日起，伫礼拜到拜四，带伫宜兰县的合法民宿，摕这个大房的冰镜，会使到休闲农场、观光工厂、到博物馆家族，利用消费200块。安尼做敢有效？业者看法无共款。伊是等至。 要来的是人客嘛是无济咧，嘛无济吼，无啥效果。现在是刚开始了，我在想多多少少也是会有一些帮助的。因为历史博览会估计到5月12日就会结束，离暑假要一段时间，希望讲会使挖苦这款的拍件，刺激宜兰的大房轮。没有补贴，应该也会想要再来玩。补贴的话，会更想约朋友来玩。重点不是那个补贴200块，不会为了奔那个200块来这里啊，是为了这里的内容。 游客算盘拢真高点，这步到底有效啊无效，时到就知。